大家好，伊伫咯，我名是托西，了今日因伫我朋友个人来听我陪我个母语，我做这录这德语刚好，伊个人听我陪我个母语，我母语是和潮州话，潮州人最潮州人到达春起人中国春起人到达起人新加坡起人高棉起人越南的所以到你捌听潮州话你明白潮州话到听我配我不知到我是配票是我配错是我不知嘛我跟爸母是山那高棉伊个人配高棉音แล้ว我个人是拿出来ไม่给听ไม่配头位所以到我配这个潮州话了你明白sorry 我现在当我使我教我给听咩配这个我配这个音我个朋友先爱听我配这个嘛我不知有咩好答所以我先去先答几个话答因我名是托西我是20岁我是家己人我爸母山那高棉到达我家庭起那美国嘛我到达当8月尾起那日本到达我个你读日本话读日本话读东本读韩国话所以到达我起那日本起进 Osaka 我先读到这年个8月了去美国当美国来这是先我个第二戏嘛我是出来做别个戏个配别个话到达因我见日本我读日本话我爱做戏配日本话个刚好我练习配日本话กับ别人咩แล้ว到达我读看到考试这拜5กับ拜2嘛到考好去韩国กับ我个朋友去韩国我捌配个韩国话我去甲我个朋友说互伊去倒咩做位食做位休息咩解看好 But yeah, that's all for this video and see you guys later.